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回来！我在给老母鸡治病。治病？治什么病啊？我们看见老母鸡懒洋洋的不下蛋，就猜它是病了。我跟爹学了治病的法子，刚好跟它治着。你爹什么时候教你治病的法子了？两位兄啊，这可能是我们兄弟俩最后一次喝酒了。来，我们再喝一个。两位兄啊，与我兄弟一场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在我死后，每年的清明节，到我坟上去看看，和我说说话。他们兄，我去。三字经我叫时珍已经背完了，接下来你让他背千字文。我可能一时半会回不来，你要督促他好好读书，不能贪玩。思雨是吴兄临终前托付给我的，我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她和时珍也有了婚约，但她是书香门第之后。要是时珍一旦不成器，我们也不要耽误了她，给她找个好人家，你再风风光光的把她婚礼给办了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孩子的婚事不得由你这个当爹的回来操办呐？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回来，你一定要记住了，你是个有家的人。早去早回。放心吧，家中的一切全靠你了。哎，时珍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啊。思雨，时珍呢？不知道。你说说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到处乱跑？好，不管他了，我们走了。思雨啊，爹爹走了。路上小心点儿，到了捎封信回来啊。哎，这。小贝，下去吧。是。列祖列宗，各方神明，请保佑聪儿。太妃请。太妃，你想的真是周全啊！只有这样装备，才能显示出我大明天子的威仪啊！天子威仪，那得等
王爷当了天子以后再说了。这是我做的，王爷的御驾在那边呢。囚车？对，你听着，我想把王爷装扮成囚犯，由你护送，因为没人敢拦朝廷的囚犯，这样通关比较容易。我呢，再带一个和王爷年纪相仿的人，隆重进京，遮人耳目。等王爷登基以后，一切就大妥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下去准备准备吧。慢点啊！好，给我吧。就在这儿，走吧。汤药来了。常明兄，王爷什么时候开始不进汤药了2天前就不进了。李郎中，王爷的病情到底如何？惠太妃，王爷的病本来用青蒿汁就可以医治了，可是现在他已经不进汤药了，说明王爷体内风邪之毒过重，已经侵蚀王爷的脏器和骨髓了。用寻常的办法已经难以奏效，请太妃再多给我一些时日。有劳李郎中了。太妃，林太妃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刚得到密报，汝安王也进京征威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李郎中，王爷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？你要跟我说真话。禀太妃，还在生死之间。这样吧，你们俩都退下，我有话想单独跟王爷说。聪儿，你要受苦了，别怪母亲心狠。要想成大业，必定要受很多的磨难。而你生来命大，一定能逢凶化吉。你要是死在路上，母亲我也不活了。聪儿，你一定要为我争这口气，啊！等等，去吧。
慢点。轻点。太妃，我们这就动身了。好，出发！啊！武宗朱厚照膝下无子，临终前又未留下遗诏。张太后于是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，按照辈分秩序，下诏立宪宗之嫡孙、孝宗之从子、武宗之从弟、亲王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。好，停！原地休息。给弟兄们分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爹！出来！爹！安贞，好。不是这个啊。爹。武宗的辞世，惹得各地藩王蠢蠢欲动。为抢夺皇位，以至于同室操戈，手足相残。这位抱病赴京继位的准皇帝，一路上更是危机四伏，前途未卜。我们被发现了，只能硬拼。
子要想保护王爷。哎，爹，请先蹲下。杨文雄啊，俺见难防啊，你也当心点。我到那边配药啊。年幼的李时珍见证了这一夜腥风血雨的历史，这对李时珍未来的人生之路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？正在行医，请勿迟到，以免惊魂。爹，大胆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皇上。徐太医，有，把密信给他看。是。在谋反，谋反者自古以来都株连九族。你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们在谋反。对，除了你的主子，天下没有第二个活着的人会知道。如果你杀了我，你的主子也会杀你灭口，包括你的妻儿老小。如果你保护我进京，我保你世代荣华富贵。谢皇上。公元1521年4月22日，年方15的兴王朱厚熜成为大明王朝的第12位皇帝，年号嘉靖。平身。谢父王。可是，嘉靖的龙椅坐得并不是那么顺畅。启奏陛下，众臣以为，皇上应该依照朝纲祖制，尊孝宗为皇考，尊父亲兴献王为皇叔考，母亲蒋太妃为皇叔母。你说什么？朕没听清楚。众臣以为，皇上应该尊孝宗为皇考，尊父亲兴献王为皇叔考，母亲蒋太妃为皇叔母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朕为了这皇位不认父母？臣并非此意，只是朝廷历代规矩如此。规矩，朕入宫以来天天在听你们的规矩，有没有规矩我？朕告诉你们，百善孝为先。请皇上为天下百姓保重，不宜动怒。哼，看来众臣公认为张慎所言有理了。好，你们以为朕奈何不了这满朝的文武？你们要将朕放于这真正的寡人之位，退朝。退朝！
叫皇上改认父母。哼，休想！为什么我的儿子要成为别人的儿子？传令下去，在名分未定之前，我绝不进京。回皇上，娘娘不愿意见你。母亲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回禀皇上，娘娘的贵体并无大碍，只是一时气血不和，调养一段时日即可恢复。李延文、徐长明听封。封徐长明为太医院8品御医，李延文为太医院9品吏目。谢皇上隆恩。你们俩好生照料太妃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是。母亲在上，受孩儿一拜。后聪立誓，宁肯不做这个皇上，也不会改认父母。把火烧得旺一点。马上把鸭切了，鸭要切成块儿。杨文兄啊，这鸭汤能治太妃的病？前辈孙师庙曾经说过，凡病先于食疗，食疗不愈，然后泌尿。娘娘是肝火郁结引起的少眠多忌，只有用莲石鸭补心汤才最为有效。娘娘，汤炖好了。端下去吧，我吃不下。娘娘，这是调理气血的补心汤，您几天不吃不喝，身体会垮的。这件事，你知道就行了，不要外传。如今礼仪之争，众臣相逼，皇上已经是身不由己了。如果他再知道我的病情，难免就会分心，恐怕就更加难做了。娘娘放心，微臣明白。但是也请娘娘为自己，也为皇上，多保重身体。退下吧。启奏皇上，今年西北大旱，自陕往西至甘州等地，颗粒无收，百姓纷纷弃家逃难。丞相领省借粮赈灾，谁知他们却被洪涝围困，灾声连天，自身难保。找湖广总督借些粮食，运到两省，这一颗颗粮食
必须送到每一个受灾百姓的手里。若是被摊下一例，朕拿你试问。是，臣领旨。还有什么事？臣有事禀奏。准。臣以为，大明开国以来，从未出现如此灾年，此为首例，实乃上天所降惩罚，唯有顺天意，才可让天下太平。张慎，你的意思是，朕乃昏君，触犯了天意，是朕把这旱情水灾带给百姓的，是吗？臣并无此意，臣只想请皇上遵守祖制，顺应天意，保百姓平安。大胆！你几次三番来逼朕，就是不肯让朕安宁。微臣护我大明王朝之心，日月可见。那你们呢？张慎的话，你们没有反驳之声。请皇上遵守祖制，顺应天意，保百姓平安。你们逼朕抛弃亲生父母于不顾，改认爹娘，这皇帝真不当了。不用你们万死，朕连父母的名号都保不住，还有何脸面面对天下百姓？朕明天就回安陆做我的藩王去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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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位登基不是儿戏，您不能走啊！让我重回皇位，除非你们认错。臣等无错。朕命你收回奏章。不收。给我拖出去，打！是。你收不收回？不收。再打！皇上，这奏章系众臣联名所奏，请皇上依其处罚。请皇上依其处罚。哼，找打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朕陪你们耗到底。你收不收回？给我调到午门外，直到他认错为止。经过3年半的争论，最后，嘉靖皇帝以高压手段将反对派全部逐出朝廷，180多人或小级，或贬官，或发戍，或杖死。大理之争以嘉靖的胜利而告终，他的父母被追尊为恭瑞献皇帝和张圣皇太后。
贤弟啊，这是为何？李太医，我姐姐我姐夫均已遇难，唯留此子不该命绝呀！我还恳请李太医收留张家的唯一血脉，给我放矢，叫门守义。只要不冻死饿死，就是他天大的福分。我老焦对姐姐姐夫也就有个交代。贤弟啊，好，我收下，我收下。张申兄啊，这孩子呢，我就收下了。贤弟啊，那这孩子就叫李行义吧。谢李先生大恩。孩子，知道这叫什么草吗？这叫知风草，长在路边，越被人踩，长得越好。记住你爹娘是怎么死的。到爹爹家来。下官见过娘娘。你去哪儿了？几位朝中的朋友丈亲受伤，我前去医治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人，跟他们瞎掺和什么呀？回娘娘，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讲。行了，你一个小小的吏目，居然也想管国家的大事，哼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。两位兄啊，太后说啊，你这个人呐，适合在民间游走，在宫中啊屈才了。李延文谢太后恩典。张明兄啊，延文有一事不明白，想问问你，太后为何要留我一条性命啊？你以为太后留的是你的人呐？留的是你那高明的医术，将来以解皇上的危难。两位兄啊，是我害了你的。三位兄啊，何出此言？是李延文没有做官的运气。不过，你的儿子倒很有出息，如此聪明伶俐，将来继承衣钵。让他考太医院吧，我一定尽力关照他。多谢长明兄，世珍，过来，记住爹爹的话，从今日起，不再碰医书和论医道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这是父训，遵守便是。好了，走吧，上车吧。哎，慢点。
两位兄，一路平安。爹，这场我啥也没玩过，啥也没看见。世珍啊，你记住，等你将来考取了功名了，什么都会看见。世珍，都收拾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世珍啊，爹出门的时候让我交代你啊，到了书院呢，一定要听顾先生的话，不能像在家里一样任性啊。对了，不许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一定要多读一些圣贤文章。明年的乡试啊，咱们争取考中举人。知道了，娘。那你先收拾，娘去厨房看看。娘，君夜回来啦？我哥呢？在屋里呢。哥，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今天有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送给你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从哪弄来的？我今天呀去给医馆的一位老先生看病，治好了他的肺咳，他非得要谢谢我。我一想，今天正好是你去书院念书的日子，就跟他讨了这块砚台来送给你了。哎，真是太漂亮了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砚台。可不是嘛，一开始啊他还舍不得呢，后来我说不要了，他却又给我了。哎哥，老先生说这块是个好东西啊，我觉得肯定对你有用。谢谢啊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说什么呢你们？说你啊，越来越漂亮了呗。就会逗我。哥，这是我特别给你准备的米糕跟鸡蛋，等你到了书院啊，饿了的时候吃。你做这么多，我哪吃得完啊？我只管做，你能不能吃得了，我可不管。谢谢啊。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我来送你啊。我又不出远门，有什么好送？哎，哥，你想啊，你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，没人陪你说话多无聊啊！我来陪你说说话。再说了，你以后要天天上学，没人陪我玩，那多没意思。哎，我以后就天天送你上学，好吧？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去看看书院长什么样啊？那话怎么说来着？知我者，李时珍也。来，给我。哎，走，小心啊！是啊，上海味儿，既然敢做，等着瞧，好习惯，那个是。这有愧屯高报之漓江一句，你知道是谁说的？您，告诉你，这个呀是出自苏辙的《祭曹衍赋》之文。哦，你知道这苏辙是谁吗？谁呀？他呀是苏轼的弟弟。正如苏轼所说，他的文章呀有一唱三叹之声啊。哎呦，世子啊，这么年轻就这么大学问，以后大明朝可全靠您了。哎，你怎么坐这儿啊？对不起啊，占了你的座位。没关系，这个位子是给学习最好的学生留的。如果你想坐的话，我把它空着。只要你能答对顾先生的蓝文题，这位子本世子让给你。对不起。世子，
坐。起立，鞠躬，坐下。今天的蓝门题是“远山隔林径”，谁能对出下句？嗯？近水应草深。哦，算是工整，意境嘛，略显差了一些。还有谁啊？明霞对客飞。远山隔林径，明霞对客飞。好，好句啊！啊，李时珍呐，今天头排这第一个位置是你的了。谢谢先生。哥，这书院好大。对啊，我们的书堂啊就在那边。哦，拐过去。哎，让开让开让开！今王世子在此，让开让开，大步，来让开！哎，我凭什么让你？哎，你大胆！这是书院的门，不是你们晋王府的门，凭什么让我们让啊？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敢跟世子作对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，但是孔圣人说过有教无类，大家都是来学习孔孟之道的，并无高低大小之分。我想，世子不会连这点基本道理都不知道吧？在圣人面前显摆王家尊严，这也太有失体面了吧？不，你，你这个奴才，净坏我的名声。我虽然生于王家，但我从来不欺凌百姓。记住。是，希望如此吧。这倒也是百姓之福喽。记住。这个米粉肉的米粉呐，是由糯米、麦麸和茯苓草香碾碎，就成这个样子了。再把五花肉裹上这个米粉啊。知道了，娘。粉蒸肉就做好了。好，要是出虚汗不止啊，吃上这个米粉肉马上就好了。记住了，蒸上半个时辰就够了啊。好嘞。哦，对了，思雨啊，最近邢毅好像有些体弱，我想跟他炖条鱼补补身子。你呀，去让时辰钓几条鱼回来。知道了，娘。去吧。静姐啊，到哪里去？你要让我去钓几条鱼。好，快去快回，别耽误了吃饭。知道了。哥，啊，你拿的是不是昨天我给你做好的鱼丸？你说呢？走了啊。好了。
你个蠢奴才，定是你买这饵料有问题，一条鱼都钓不上来。奴才知罪。哎，徐真兄留步。徐真兄，世子有何贵干？石真兄，你为何能一条接一条钓上这许多鱼来？这其中有何秘诀呀？秘诀就在我这鱼饵上。说来听听。我这饵是用丁香阿魏、曲酒米糠和羊油制成的，自然是要比一般的饵好用得多。那这饵哪里能买到？我这饵是我的兄弟自己做的，买是买不到的。那你把剩下的这些药饵卖给我，你开个价。不卖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卖。你这是要故意和我作对了？我从来没想和任何人作对，但是也没有人能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那如果我偏要买你的药饵？这2天呀，看玄玄奇经，学了一个真龙棋局。你们谁要是能破得了我这个棋局，我给他5两银子。李时珍，你不过来看看？没兴趣。你是没信心吧？随你怎么说。李时珍，若你能赢我，这5两银子就归你。真是笑话！这围棋乃是尧帝所制，为的是教育妻子丹珠高尚文雅的性格，使其走入正道。所以古书上才有“尧造围棋，丹珠善意”之说。从古至今，凡是善意之人，莫不是文雅高尚的文人雅士。而你现在把这银子和围棋混为一谈，岂不是有辱其道吗？李时珍，我好心请你下棋，你居然侮辱于我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阳明书院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怎么，世子是要把我赶出书院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要把你赶出书院。不过我不会欺负弱小，就算让你走，也让你走得心服口服。你说谁是弱小？我不和你做口舌之争，不如我们比上一比，谁输了，谁就离开书院。比什么？过2天就是端午节了，按照惯例，端午节是要摆谢师宴的，不如我们就定下战书，比一比这谢师宴如何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既然是谢师宴，少不了顾先生，我会请顾先生和众乡绅来做监审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绝不反悔。好。世子爷，就这些东西能让咱们稳操胜券吗？世子爷您放心，我呀还专门找人从京城请了一位退下来的御厨，这2天呢也就该到咱齐州了，到时候保证让李时珍他输个片甲不留。办得好，来，这桌菜赏你了啊！哎呦，谢世子爷，谢世子爷。
真兄，你到底想好怎么办没有啊？哎，我倒是觉得你不去书院也好，这样就可以陪我玩了。你以为我肯定就会输吗？不是，可是人家是从京城请来的御厨啊。哎呀，都累了吧？哎，思雨，什么好东西啊？这是我特意给你们熬的花生山药枸杞粥，能够补血养气。那你尝尝。正好我也饿。哥，你也喝点吧。血是不是烫啊？李伯伯，这么一大缸水，我就喝一口，就一口。一口都不行。刚吃完饭就喝凉水，都伤了胃气，日子久了就要坐下病的。林毅啊，对，我们做医生的不但要治病救人，还要教人防病之道。儿子明白。不去喝啊。哦，好吧。防病之道。哥，啊，世珍、林毅，爹一大早就出诊去了，可今天的谢师宴呐，也是个大事儿。思雨啊，行义啊，你们俩一定要帮时珍度过这一关啊！放心吧，娘。斗宴开始。上菜。这4道凉菜叫4季迎宾，都是由上等的鲜蔬制成。这道菜叫百鸟朝凤，它是用了数十种野禽的胸脯肉，分别用炸、煎、炖、煮、煸、烧、烤、爆等8法拼制而成的。我操，你这是什么好东西？不就是一鸭蛋吗？错啊！哎，怎么错了？这叫金碧辉煌啊！看上去像蛋，其实根本就不是蛋。嘿嘿，它是用了上好的鸡、鸭、鹅各1只，用48种调香佐料封入陶罐，用微火熬制3天3夜。48种？哎，3天3夜？就是。作为鸭蛋，你至于吗你？这叫功夫，要的就是这个皮骨酥烂，净化为汁啊。然后呢，再取出一只
鸭蛋，蒜小眼，捣出黄白，注入汤汁，把它放入深井水之中，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已成为蛋形了。再做的时候，剥去蛋壳，在热油中烹。妙，真是太妙了！这才是真正的珍馐美食啊！道道菜都是山珍海味，色香味形俱全，让人看着入迷，吃着美味呀。李时珍，把你的菜都端上来。李时珍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咱们今天摆的可是谢师宴，这些东西也上得了桌面。俗话说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季节不一样，自然吃的菜也就完全不一样。韭菜暖胃补阳，适合春天；而绿豆芽呢，清热解毒，利三焦，适合夏天；莴笋利五脏，通脉络，适合秋天；而冬天呢，最好是吃萝卜，因为它补气消胀，这才是真正的四季迎宾。第一道菜叫金乌藏椒。这道菜有什么讲究呢？它是用土鸡丁还有黄瓜丁还有浸泡了醋的花生放在切好的南瓜里面，文火上笼蒸半个时辰就可以了。南瓜补中益气，花生润肺养胃，黄瓜清热利水，加上有滋润功效的土鸡，是一道消渴病的食疗上品。听时珍说，顾老师患消渴病已久，用这道菜可以调理身体。是吗？那我真该多吃点。这第二道菜很有讲究，叫白玉果龙。这个呢是将泥鳅放在滴入菜籽油的清水当中静养10日，待泥鳅腹中之物排尽呢，就和豆腐一起冷水上锅。等到水温升高的时候，泥鳅就会自己钻入豆腐当中，吃起来啊嫩滑可口。泥鳅暖中益气，解毒收滞；豆腐益气和中，生津润燥，两者结合在一起用，能够补肾生津，尤其适合老年人服用。第3道菜的菜名非常吉利，叫连连有余。这是用柴鱼、紫苏叶还有鱼湖里的9孔莲藕放在一起焖半个时辰即可。柴鱼能清热解毒、利水消肿，莲藕可以消瘀止血、除烦解热，紫苏可以下去去寒，还能去除鱼的腥味。这既是一道美味菜肴，又是一道治理皮肤伤口和筋骨损伤的良药。这道菜叫太极两仪。这道菜呢是山药去皮切成条，黑木耳洗净撕成片，加入大量的山泉水，用大火煮开之后呢，再以文火煮1刻钟即可。还有一定要记得少放盐为佳。山药调气养胃，补虚抗衰；黑木耳有益气机，破血止血。身体虚弱、脾胃虚寒者可经常服用。李时珍，凭你说到天上去，你做这些也不过是些乡野粗食，怎么可以拿这些来孝敬老师呢？养生需以食疗为先，善食者养生，不善食者伤身。何为善食者呢？并非食不厌精，诲不厌细。像你这样，把每一道菜都要经过几10道工序乃至上百道的工序，那么食材中由于人体的养分将流失殆尽，过于追求色香味形，却忽略了食物真正的作用。食物终究是让人吃的，所以在满足口腹之欲外，最重要的是补充咱们人体内里的需要。
李时珍，明明是你粗制滥造，却还找来这许多借口。我问你，今天的谢师宴是摆给谁的呢？当然是摆给顾先生及众位乡绅吃的。不知世子有没有想到，顾先生和众位乡绅均已年事已高，他们的肠胃之力已经减弱，而你拿这么厚重油腻的食物来招待他们。晋朝名医刘安素曾经说过：“人乃纯阳之体，油腻食物乃是火热之物，所以见者食之病也，病者食之肾也。”人不同，需求也就不一样，所以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再给他吃能够调节阴阳平衡的食物。利用不同食物之间的搭配，在人享受美食的同时得以强身健体，这才是饮食最根本的道理。李时珍，你说了这一大堆，还是让顾先生和众乡绅来做评判吧。我自诩精通厨艺之道，一直以来只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，却忘了食物的本源。多谢李公子教我于歧途，此番斗宴，我自动认输了。师叔，我赢了！我们赢了！多谢多谢。王妃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回娘娘，世子他已经3天不吃饭了，而且他也不肯去书院。怎么会这样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是。李时珍，世子爷，世子爷，滚！快去请慕容姑娘来。是。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！李时珍贱民，一户一贱民，贱民！娘娘，慕容姑娘，娘娘，你看，世子该吃东西了。喂，世子，开开门吧，我是慕容。世子爷，世子爷，不管生谁的气，也不能不吃东西，饿坏了身子可就不好了。何山，娘娘，我来问你，李时珍是什么人？时珍是个可造之才，千万不要耽误了他的前程。让我带他去世子那里赔个不是吧？啊，顾先生，就算时珍赔了不是，世子也不会放过他的。既然王妃都出了面，你也不要为时珍担这么大责任，还是让他退出阳明书院吧。那怎么行呢？太可惜了。没关系，留在家里我负责管教他，不会耽误他的学业。顾先生，你就放心吧。你既然执意如此，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以后呢，尽管叫时珍到我家里去读书，啊，
我一定会尽力帮他的。谢谢顾先生。告辞。时辰已到，必要。两位大人，请。崔某安好。薛太医，感觉如何？老夫没有不适。吴太医，下官安好。好，那崔某这就将此药呈给皇上。崔公公请。皇上，皇上。正德15年，武宗不慎落水受寒，虽经太医们尽心治疗，可终究没能挽回他年仅30岁的性命。是蓄谋已久的阴谋，还是太医的误诊？武宗的死，又有多少人的命运将要臣服于历史的长河？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！皇上！奉太后懿旨，捉拿弑君逆臣吴浩然，将门砸开。田大人，吴府上下已不见一个人踪影，什么？追！
快快！把这谋朝篡位的叛贼给朕拿下！是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母亲，母亲，聪儿，聪儿，怎么了？头发，头发，镜子呢？镜子呢？啊，快拿铜镜。母亲，我做了一个怪梦。此梦确实是有点蹊跷啊。贫道请太妃并退左右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恭喜太妃，恭喜王爷。当下情形，何喜之有？太妃，大业有成啊！何以见得？太妃，请。太妃，这是个什么字？王字。王生白头。下去领赏去吧。谢谢太妃。聪儿，聪儿，起来。母亲。聪儿，聪儿，你听着，你要当皇帝了。道长，果真是铁齿神算。新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封道长为国师。多谢太妃。聪儿，聪儿，聪儿。聪儿，你没事吧？你一定要挺住啊！聪儿，快拿药！
聪儿，你要给我挺住，甚至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是皇封的真命天子，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。从现在起，整个大明江山就是你的了，只有你能重振大明。我从前教了你那么多，就是为了今天。聪儿，挺住！怎么样？聪儿，聪儿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要是再不行，你就不必活了。林太妃，倒有一个人，或许能救王爷于危难之中啊。谁？谁呀？